知道男士平時都會好少主動徹底護理身體嘅每一寸肌膚，唔知得女士只要一有時間就會主動護理照顧自己嘅身體，所以今日我就帶領大家前往專業嘅美甲，以及係結合傳統泰式嘅按摩店鋪，享受平時你忽略嘅體驗。位置就喺 BTS 卡特隆，然之後一直行5分鐘就去到大嘅位置，非常方便。接下嚟我就首先介紹傳統泰式草藥熱敷，價格750泰銖1小時嘅按摩療程，滿滿濃厚嘅泰國傳統風味，我中意。另外，按摩環節亦都唔馬虎，不但係舒服，更加令我發現佢哋嘅獨家絕技，就係佢呢種嘅手法，令到我頸部解除繃緊嘅狀態非常犀利。接下嚟就到腳部水療嘅部分，價格就係1小時599泰銖，唔包含凝膠，包含凝膠嘅話就係999泰銖啦。可以講用上1小時嘅細心呵護，我而家都擁有美足啦。過程中不但係幫我清除腳板上嘅頑固死皮，亦都幫我處理腳趾甲之間我無法清理嘅頑固污垢。我真係真心推介，希望擁有美麗雙腿嘅女性同埋想改善腿部外觀嘅男性前來體驗。